后来，即摆有真侪乡亲买即个鸡卵，拢较爱买红壳的，讲即个红壳的较有营养。不过，即个红壳的嘛价较贵。最近因为天气转凉冷，鸡母是真高生、真好生，讲生真多，生甲卖袂去。即个红壳卵怎来大落价？大概是小济买。结果白壳卵无人买，煞来大排市。即个鸡卵拢是叫艰苦。营养师讲吼，其实只要鸡母健康，生出来的卵营养的成分拢差不多。即个红壳卵、白壳卵，蛋白质的含量拢真高哦，毋是讲一定都爱买红壳卵。架顶有真侪种鸡卵，互人看甲花洒洒，有白色的，嘛有红色的，民众免怎叫。食惯时就食紫色的啊，拢食红。系啊，囡仔孙仔讲哦，那个白了哦，没有吃过啊。有的人就是爱食这种红卵仁的鸡卵，认为口感好、营养悬。不过最近鸡母生卵量变多，红卵仁的价销落来，嘛直接影响到白卵的市场。想咧买，红卵较，我若像安尼卖吼，这卖3箱，这才卖1箱。即马市场介绍，白卵一斤超30，红卵壳黄卵仁一斤超33，红卵壳黄卵仁上贵，一斤超58。红卵仁虽讲比一般白卵贵买一倍，不过嘛是有人会买。营养师含白卵的人讲，不管什么色，卵的营养拢同款。民众不要有红蛋比较好的迷思，因为其实只要鸡健康，生出来的蛋营养成分都一样，然后蛋白质含量都很丰富。饲鸡的人嘛买回红卵仁的较贵，是因为鸡是野鸡，毋是一般食饲料的鸡，所以成本会较悬。民众买的时阵，千万莫误会红卵仁的较营养。